来看台海局势紧张，英国的《金融时报》指出讲，美国白宫按算伫这个月要向国会提出增加援助乌克兰的预算，其中嘛包括要提供台湾武器的资金。若是预算案通过哦，这嘛是台湾头一届透过美国的外国军事融资系统取得武器。 中国继续用武力交代，国防部公布，甲七早起6点为止，达到7架次的强舰，15架次强机伫台海周边活动。即马中国威胁愈来愈严重。英国《金融时报》阁报道，美国白宫按算向国会提出增援乌克兰的预算当中，也会包含对台湾提供武器资金。若这案件通过，会是台湾第一摆透过美国外国军事融资系统得到军武，增加这个不对称武器的这个。 就是获得各式的精准导引飞弹，包括刺针标枪，还有就是这个鱼叉飞弹，在强化这个载台，也就是传统的兵力来对应中共这一种灰色地带的这种威胁。 学者指出，加上美国总统拜登进前宣布动用总统拨款权，提供台湾3.45亿美金的军援，拢是希望加速提供武器给台湾，强化台湾自我防卫能力。 来对中国加做核阻力，美国一直支持台湾的动作。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访问台湾满1周年时阵，抱纪念相片，佮发出声明，表示家己率团访问台湾，都是向全世界发出台湾捍卫自身自由的时阵，美国甲台湾徛做伙的明确信息，也强调全世界正面临民主甲独裁之间的选择，所以支持台湾，甲以前共款拢是真重要。 If you look at what China has been doing these couple of years, I think they are getting more sophisticated in the disinformation campaign and cognitive warfare, or doing the infiltration into the Taiwanese society, working with crime elements or small NGOs here in Taiwan. What we would expect that is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ill continue to do all this. 外交部长吴钊燮接受法新社专访时阵指出，因为明年是台湾总统大选，中国武力的行为会较少，暗过强调改用阵地作战影响台湾民心，都爱细致。记者综合报道。